1976年以后，尘封已久的中国文艺领域开始复苏，一批优秀的戏曲电影被解禁，重新赢得观众的掌声。粤剧电影《红楼梦》风靡全国，大街小巷人人都会唱一句“天上掉下个林妹”。北境过了10年之后，许多人对艺术生活的渴求，在粤剧的胡浓软语中得到了释放和慰藉。到1981年，全国恢复和重建的粤剧团总数一下子达到119个。然而，在这个风光的数字背后，粤剧表演人才的青黄不接则更加显现。1981年秋天，香港永港联谊会向家乡发出邀请，希望浙江省派一个粤剧团到香港演出。没想到这给当时的浙江省文化局出了一道大难题。在香港剧它还有条件的，一个呢要你们的年轻的演员，为啥呢？就上海已经到那个香港去过了，他去都是老的，他没有年轻的演员。这个你再去老的啊，人家也就你们也比不过上海了。你能超过那范瑞娟、傅传香、王文娟，你能超过他们了吗？所以你去年轻的。还有一个不要男女合演，不要女子越剧，那我们拿不出来啊。曾经有人这样形容当时浙江女子粤剧的状态：4个花旦200岁，3个老生2颗牙。那时候就感觉到我们这届的粤剧团呢，就是年纪大的多啊，演员呢。我就找石信谈这个事儿，说我们这个粤剧团呢，这届啊是一个粤剧的县啊。这是需要加强。当时我们省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，就是农村能够选演员。当时国家规定，这个演员只能在城市，所以我们省委是应允的。如果全省选的话，我们这个人才来源资源就丰富了。香港的演出邀请像是催场的锣鼓点儿，使浙江省培养粤剧接班人的计划刻不容缓。浙江省文化局很快做出了一个决策，立即组织专家深入全省各地市县粤剧团，挑选人才。1982年9月2日，一场被称为“小百花”的浙江省戏曲大汇演在杭州热火朝天地举行。在党的12大召开的喜庆日子里，我省举行了戏曲小百花汇演。参加这次汇演的戏曲小学员选自全省10个地市，他们中艺龄最短的只有几个月，年龄最小的还只有11岁。汇演整整进行了22天，对当时全省戏曲界的新生力量做了一次全面盘点。许多日后在浙江戏曲，特别是粤剧舞台上独领风骚的人物，就是在那时进入了人们的视线。虽然他们的初次亮相还显得那样的青涩和稚嫩，但已经足以使浙江戏曲界精神为之一振。1982年10月，从全省60多个粤剧团3000多名演员学员中精挑细选出来40名优秀小百花，成立赴港演出集训班。
在浙江省艺术学校开始接受为期1年的强化训练。搿辰光才是搿组建工作是蛮吃力的，才是因为这一些人也没有点位演了，唱了1、2句会唱了，搿整个是白纸一张了，都要交的。像范瑞娟、袁学芬、傅春香、徐玉兰、王文娟，都到了杭州。那个时候呢，专家来了，我们嘛这也想宾馆住处不住，就在排练厅啊，那个傅春香用那个屏风啊，围一个角，搭一个铺，就在那儿睡觉。啊，饭嘛就我们食堂里头送过去吃。哎呀，真感动人啊！除了粤剧的名家，京剧、昆剧、婺剧、话剧界的名师也被请到了集训班。浙江昆剧团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汪世瑜更是停止演出1年，被专门派来担任形体老师。我的当时训练呢，他们就像魔鬼一样啊！因为为什么到夏天训练，你们说出汗，这个还有人家想象得到，但是你在冬天的训练，你要出了汗，当时之间没有像今天这样子都是有空调，没有的，每天可以说都是要练到什么呢？练到浑身上下都是石头。普下山里当时练断桥子很苦的，他一件白的汗衫了，练到最后变成黑的了。这个跪步啊，这个连膝盖，这个所有的裤子都全部破掉，破到膝盖里面都已经是结了疤了。一段时间他根本就不好穿裙子，穿了裙子以后就很难看。但是这个断桥后来一演出就鼓掌24次，一个小戏鼓掌24次。请各位小姐不言。1983年11月16日，浙江粤剧小百花赴港演出团首场演出新编粤剧《舞女拜寿》。香港星光戏院，满台新人，姹紫嫣红。哎呀，真是轰动的不得了！这项目下的旗帜，这后来要加长。第一台演出以后，很多那个记者啊都跑到后面来拍照啊，那简直是香港的记者来，就20几个单位，香港人看惯那种流派唱腔的祖师爷来唱的那些粤剧，来看我们现在青年粤剧演员来唱的粤剧，给他们承认了，感觉到好像某一方面比粤剧看老一辈的人还要过瘾呢，就是年轻漂亮。一个一个出来都是水灵灵的，啊，你就看到我们都看花眼了，啊。浙江小百花演出团14天连演15场，这是粤剧之乡第一次向世人展示青春粤剧的青春魅力。自从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是问定我是来的。粤剧发源于浙江，发祥在上海，以至于很多人误以为粤剧是上海戏。浙江小百花，这群无名小卒的一鸣惊人，让人们重新认知了粤剧的浙江制造。1984年9月，粤剧《舞女拜寿》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，并获得当年的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。
人说舞女拜寿的问世，使浙江小百花完成了粤剧10姐妹的艺术接力。这其中的5位主要演员被人们誉为浙江小百花粤剧团的5朵金花。1984年的9月下旬，浙江小百花粤剧团应文化部邀请，到北京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献礼演出。我们在火车上就接到北京电话，你们一下车走到中南海西华厅，就那个邓颖超同志要接见你们这个其他人。在35年前，周总理跟老一辈粤剧艺术家们合过影的海棠树下，邓颖超和小百花的演职人员们合影留念。邓颖超对他们说的：“你们这些女孩子都很漂亮，很好，唱也唱好，个个都可爱。我跟你们打不了分儿。将来要成为一个艺术上要可敬的话，那就看你们的。”正如邓颖超同志所希望的，此后的浙江小百花努力地在让人们敬佩的道路上一路攀登。他的综合性很讲究，然后丝丝入扣。其实他的青春美也好，艺术美他有整体美。因为在演出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我跟舞台监督都是在边上要多整的嘛，要在那边多劳的。我那种感觉啊，就是一种很自豪的感觉。为什么？一到灯光啪一亮，这个音乐一响，这个景啊、服装啊、演员哗温热一体那种美感出现的时候。我这个时候就是这个一个空间里面，这些演员哈，就在他们好像有法术一样，哗就会把全场镇住。我就这种感觉，我觉得这个时候小百花就是一个人。1989年11月。陆游与唐婉开诗画粤剧之先河，第一次脱离了传统粤剧舞台呈现，变得轻灵、简洁而又高远。粤剧它有它自己的年轻的不成熟的一面，同时这个年轻和不成熟正是它的优点，它可以在发展当中吸收各种艺术的好的涵养来丰富自己。1991年，小百花人又以革新思维，把古典名著《西厢记》又一次改编搬上了舞台。他把一种和江南气质融为一体的浪漫写意的情感推到了极致，成为小百花艺术风格成熟的经典范本。1997年，取材于荆轲刺秦王的历史粤剧《韩情》上演，完全不同于传统粤剧的叙述方式。别具一格的舞台景观，让《韩情》在当时掀起了一股巨大的热情。
我有一个阶段，就是我很想就是做到，就是说做到矫枉过正，做到就是让人们觉得你有点出格了，你有点超常规了。我愿意这样去做，我这样做，我知道这是我的一种我对艺术的一种认识，或者说我个性的一种体现。或者再说的就是说功利一点，我很想就是通过我的那种很惊世骇俗的那种行为啊，我向世人宣布，哎，你可以来看看越剧啊，越剧其实挺好看的。于是又有了《孔乙己》。在《孔乙己》中，毛维涛惊世骇俗地剃了个光头。不是眼前也不用记账，你还要付我一些铜板。当毛维涛收起那一身风流倜傥的身段，演绎一个久远年代的落魄书生时，我们不禁想起了半个多世纪前被袁雪芬搬上舞台的祥林嫂。正是创新二字连接起了两代越剧人共同的艺术理想，那就是让越剧走得更远。1993年9月17日的《人民日报》就以“浙江小百花10年飘香”为题，盛赞小百花越剧团，并配以评论员文章：愿更多小百花芬芳吐艳。一花独放红一点，百花盛开春满园。经过老一辈越剧表演艺术家的身体力行，中年一代的承上启下，年轻一代的勤勉聪慧，越剧原地百花盛开，青春美丽。100年听起来很久远，而对于一个剧种，它还很年轻。年轻的越剧不断地在扮亮自己的颜面，丰富自己的表现。越剧王子赵志刚把一出实验越剧《镜像红楼》搬上了舞台，95分钟，始终只有赵志刚一个人表演。背景处3块大屏幕不断地闪现《红楼梦》演出画面，赵志刚从小学戏的场景，现实生活的情景。就是这样新鲜的越剧，大部分人，特别是一些老戏迷，都对赵志刚的表演叫好。到了建议记得要改正，大步地向前走，多一点自信，不要犹豫，不要再做苍凉。越剧演员没有很多的框框，我们后辈学生没有很多的压力，这个我认为对目前来说，我们越剧的创作和繁荣是特别有好处的。所以你看，短短100年，越剧非常年轻的这么一个剧种，在100年中，几代艺术家就把它，让它成为了仅次于京剧的全国第2大剧种。我认为这个跟越剧它本身具有的那种生命力是分不开的，也就是越剧艺术家们几代艺术家们的求新求变、创新精神。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一代的演员，应该说可以是更开拓的一代。
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《春琴传》由日本小说改编而来，演员身着和服木屐，日本音乐元素与越剧曲调相结合的唱腔给人耳目一新。这些大部分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生的青年演员，以他们另类的演出开始受到新一代越剧迷的追捧。我觉得它很美，无论是唱腔还是它那种意境，还是那种舞美方面，特别是小百花的戏，小百花一向来都是那种大写意的舞美啊，各方面我都是很欣赏的。只要是浙百的戏，在浙江省内附近的啊，就在杭州附近的什么长兴啊、萧山啊，肯定都赶过去看的。然后他们演12场，我们就看12场；他们演7场，我们看几场。我是特意从家上赶过来的，特地给赶过来的。好辛苦啊，赶得好累啊。我从美国纽约一直追，我们是老影派迷，我们10几岁就看尹老师，看到现在，所以影派的人我们都很崇拜。真正意义上的越剧男女合演，我们难得一见。但是有这么一群可敬的人，他们甘于寂寞，他们不甘寂寞，在越剧男女合演这一领域里不断探索，在戏曲电视剧上获得了不断的收获后，2006年7月，他们又登上舞台，演出了《红色浪漫》。百年越剧在媒体资讯发达的当下，在娱乐和休闲方式丰富多彩的今天，依然有它广大的观众。越剧在它辉煌的60年代，除西藏、广东、广西等少数省自治区外，北京、天津、甘肃、陕西、吉林、四川、重庆、贵州、河南、青海、新疆等地都建有一个和数个越剧团。在一个小时以前，我们的芳华越剧团诞生了，风风雨雨走过了60年。现在上台的这些老寿星啊，都是1959年随尹桂芳先生一同入闽的老前辈。正是这些老前辈和尹桂芳先生一道，几十年来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，才奠定了我们芳华的今天。我们这一代人，乃至于我们目前依然有专业越剧团的地方，除浙江、上海、江苏、福建以外，还有安徽、湖北、江西、宁夏、湖南等地。香港特别行政区、台湾省也有职业的越剧团体。越剧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性大剧种。80年代中期后，剧团开始削减，但越剧的观众基础仍然强大。尤其可喜的是，年轻的越剧观众在不断的增长。以越剧发源地浙江的剧团数量来印证这个事实，浙江目前的专业越剧团仍然有近50个，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，甚至踏出国门。还有一个惊喜的数字，除了这近50个的专业团体，还有400多个浙江的民间越剧团。杭州黄龙越剧团以一个风景点为舞台，将演戏和游览统一，一年演出1000多场，累计观众800万人次，长年累月，风雨无阻。越剧在黄龙洞风景区成了一块金字招牌。用一个剧团激活一个景区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。有近1万名喜爱越剧的杭州市民购买了景点的全年月票，只是这一笔收入就相当可观。
小就喜欢，因为由于家里父母啊，他们都是比较喜欢听戏的。我喜欢，但是我不会唱。我喜欢，我常会和他的，会唱。我从皇上到这来了，年年来看听这个戏啊。大只见一路上要多留人，眼看人家杀夫人，把一条的眉毛上了的身，莫非就是大家们？我们大部分都在乡下，有些地方很偏僻的。像我们现在这个也刚刚过来的，在温州地区，在山里山弯进去的，就是大家他们来接车找我找不到，都演出嘛，他都收入了。主要演员平均工资都有6000到7000。假如说休息放假了，那就不拿工资了，是这样子哎。那么我们也尽量争取就是不休息，大家出来也都想赚钱，是这样想，所以我们尽量就是不休息，都接着演。以10万元流动资金起家的温岭市越剧2团，是浙江400多个民营剧团中的代表。在浙江，土生土长、由农民组成的越剧表演团体，常年在山区、海岛、乡村演出。每个剧团的演出场次，一年少则200场，多则600场。如果以每场1000名观众，每个团每年演出350场计算，浙江民营剧团的观众每年有1.6亿人次之多。这个数字还没有将那些季节性的剧团包括在内。100年越剧，它还是一个逗号，它还在形成、可塑、吸收之中。它青春，所以它美丽。越剧这种文化奇葩，在人民大众之中灿烂的开放。越剧艺术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更是浙江人民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。4月，山中春雨最多情，低唱离歌入大吹。台上洪流谁堪比？100年越剧正青春。袁学芬大姐说得好，越剧它不是大富大贵的牡丹花，也不是独芳自赏的空阁幽兰，它是山村野地里满山遍野生长的杜鹃花。现在正是满山遍野杜鹃花盛开的时候。